了吧？这是289，289我当你吧。可以吗？笑一笑。3个一起跑。今天搞那么积极嘞？稍微动一点点。军装。谢谢我骑着车。
呀，这呀，路头是几人大么？呀，这呀，路头是几人大么？手提三开炮，有三大么？手提三开炮哟。我在看着这的堂看人家在唱歌啊！这小朋友这样，3个都在里面。后面有4个。已经习惯了，呀，这呀，路上是几人的么？手提三
这样子过去。刚才开始。大笑死你！够不够？笑！对，大笑的好一笑。哎呀，怎么笑笑？坐坐坐。坐坐坐。去叫八宝。大姐姐，大笑着的秋姐，休息一下吧。咱们休息一下。大姐姐，大姐姐，把你别走，有的人别想看别人。哎，姐姐，
他手机拍好一点。几米吧？还有1分多钟。差点没电了，这个问题。相机没电了，上面手机没电了，手机关机了，还有几分钟，还有10分钟，估计撑不了10分钟，应该1、2分钟。再坚持一下再关机啊！你们等一下再进那个树口，这个一定要继续一下。车已经没有效率了。阿秀，阿秀，这不强不能动，阿秀这点，哎，又跑了，好吧，跑了，不用急跑了。效率手机没电了。
棒了，但是想法是注重大局的事情，不要这么紧张。比如说，人家是在那里做生意或者怎样的，不是说去霸凌，但是说从长远讲，应该对人都应该平等，这个是真的，因为都应该想这个是事实。这个他因为他年轻，他就考虑到想法处事情的问题，是说他不应该吵，因为一吵他就把这个事情放大了，他就引起了两个人。都是原地浪的声音小一点。不能跳了。不是跳到哪里？